出地鐵閘機之後，有冇見到自托眼鏡嘅地鐵廣告啊？跟住指示牌向前行，呢度就係 D 出口啦。出到出口，先搭扶手電梯上一層，再轉搭多一個電梯。落電梯之後，繼續向前行，出大門跟住向右轉，呢條路直走就得啦。見到東門眼鏡城個大招牌未啊？行到過斑馬線，過對面馬路，從呢個入口入去，撳電梯按鈕，選4樓。出電梯之後，一路向前行，見到自托眼鏡嘅燈牌就到啦。我哋喺度等緊你，歡迎你啊！